430億人民幣蒸發，6萬幾粒比特幣被查封。呢個唔係電影情節，係現實史上最大嘅比特幣騙局之一。2014年，有個叫錢志敏嘅女人喺天津搞咗間公司，個名改到好洋氣，叫藍天格瑞。佢哋嘅口號好洗腦，你投1萬，年化100到300%，3年翻幾倍。咁多人一聽，覺得呢個女人識趨勢又識玩比特幣，於是上至老闆，下至退休嘅老爺奶奶都衝咗入去。結果幾年之間，間公司吸咗12萬幾人參與，總共430億人民幣嘅資金。錢志敏一邊喺國內講財富自由，一邊偷偷將資金兌成比特幣，再轉去海外。到咗2017年，佢直接飛去英國。英國警方後嚟查到佢名下居然有6.1萬粒比特幣。如果照而家比特幣10萬美金一粒計，呢個係上億人民幣嘅天文數字。有人會問佢係咪真係靠比特幣發達？唔係㗎，佢靠嘅係人性嘅貪婪同埋永遠有效嘅老話，唔係機會少，係你想要嘅回報太快太高。比特幣係技術革命，冇錯，但俾騙子包裝之後呢，就變成韭菜嘅膜。而真正玩比特幣嘅人，從來唔會承諾收益。佢哋講嘅一係共識，二係算力，三係信任系統，唔係 PPT，唔係3倍利息。錢志敏喺2025年倫敦開庭認罪，呢場長達10年嘅騙局終於落幕。至於嗰啲被騙嘅普通人，好多賣咗樓賠咗身家。你聽清楚，比特幣的確係新時代嘅黃金，但脫離邏輯嘅高回報都係通往同一堂殘酷嘅社會課。